好，首先講講現時咧成個香港市場嘅生態先啦。喺職場上面，即係話僱主請人嘅時間咧，佢會要求咧嘅一啲叫員工啦，係懂一啲 AI skill，即係 that's mean 咧。其實喺香港而家啲僱主請人或者佢哋都會 bear 到或者了解到其實 AI 對佢哋嘅重要性啦。再者嘅香港嘅 SME owner 老闆，香港嘅老闆佢哋對於 AI 嘅應用嘅 requirement，根據生產力促進局嘅統計啦，其實現時有75% 中小企啦，其實佢哋都會打算啦拓展呢啲叫 AI 嘅應用。OK，其實現時成個市場氛圍啦，或者係一啲 AI news 啦，No Matter 輝達啦嗰啲啦，其實都係而家都講緊發展好多 AI。好啦，咁喺香港市場上邊啦，對於一啲叫做 SME 嘅 Hong Kong SME 嘅 AI tools 啦，有冇啦？嗱，其實市場上面啦，現時啦有嘅 AI 工具啦，會係有啲聊天工具啦、智能打卡啦、會計啦咁樣樣嘅。你話真係針對喺中小企喺宣傳推廣運營嘅 AI 工具啦，其實就冇嘅。如果你話真係有嘅，就係一間叫做 iGen AI。咁呢個工具啦，其實就係一個啦叫做 AI 空隊嘅 AI 行銷，會幫你做一啲叫做 SEO article 啊、AI 嘅網站啊，做一啲廣告啊、設計咁樣樣。咁但係咧呢個計劃啦，講緊一個叫做 entry 嘅計劃啦，都要8000蚊一年一個月。一個月，8000蚊一個月啦，佢只係會幫一啲客人啦做啦3至4個嘅貼文，仲係唔包效果，就8000蚊㗎啦。裏邊其他嘅工具啦，就客自己喺入去個系統就做 DIY。咁所以啦，其實我哋而家呢個產品啦，喺今時今日喺呢個風口裏邊啦，係講緊差唔多係你哋做卡機或者係做網站嗰個時間，人人都講緊，但係成個市場係空白嘅。基本上你而家賣嘅嘢係唔會有一啲競爭對手。咁當然點樣就係話，咦喂，其實市場裏邊有好多人都識到用 AI 啊，或者啲 AI 工具啊。嗱，首先第一，如果有啲客人懂得用 AI 嘅，佢哋識嘅只係流於同 AI 做一個對話問答，佢哋唔識得 set 一啲叫做 agency 一啲員工佢需要有啲咩 skill， 有啲咩能力，可能你哋自己都有玩過 AI， 可能有花時間上堂。正如一個廚師嘅道理一樣，乜都可以自己整，你自己整得好唔好，出嚟嘅效果好唔好，或者可能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，叫你做幫你公司設計幾張圖，做下貼文，你都發現啲圖片都冇個統一性。今日做係咁樣樣，聽日做又唔同。記住，我哋而家唔係一個遊戲，我哋係透過工具去幫一間中小企或者幫間公司做一啲叫做運營推廣，佢必須要有一個咧基本嘅專業性喺度。OK， 同埋一樣嘢，你預期花萬幾蚊去讀書 AI， 我當你今日讀完之後你識嘅，你有冇咁多時間去 keep 住 update 一啲 AI 最新嘅嘢？一日信息萬變，今日學嘅嘢，聽日你都唔 update 㗎。OK， 好。咁簡單嚟講啦，我哋呢個計劃啦，正啦就係打通翻咧現時香港市場上面 for 一個 SME 冇嘅 service 嘅缺口。好啦，咁而家外圍個經濟啦差就緊㗎啦，差到都唔知點樣樣。咁其實有冇咩方法解決？方法解決不外乎開源節流。而 AI 點解咁受老闆歡迎？其實正佢就可以做到一個第一啦，節流啦，減省個員工咁樣嘅。另外啦，AI 其實可以應付到唔同嘅崗位，由客戶服務、sales、營銷、
CS 所有嘢都可以做到。而我哋正正呢個計劃啦，就係一條龍咁樣樣幫客人處理晒所有相關嘅問題。咁好啦，生意差，外圍都唔變㗎啦。但係其實喺06年啦，其實對於老闆嚟講都有機會。其實 AI 啱啱開始普及，其實就好似推出一啲新嘢，其實係一個機會，大家就會喺一個劃一嘅起跑線上面。OK， 好啦，喺 AI 呢個 market 應用上面，大家一齊開始跑。而家就睇下你點樣去做一個 kickstart。陳生，你仲想唔想放棄咗以往嘅機會，俾另外一啲叫做對手領先你呢？好啦，咁其實大家都聽過 AI 好幫到手啦，究竟可以點做呢？我相信大家現時中小企都面對好多唔同嘅問題啦，包括係出廣告冇效啊，跟住請啲 agent 或者請人去做啊，請個 part time 啊，成本都好貴，請個妹妹講緊都80蚊啊，50蚊一個鐘啊。但係 AI 你要做宣傳推廣或者做公司嘅運營，你都要識先得㗎，唔係請個人翻嚟 AI 唔係大晒㗎嘛。OK， 你要識得俾指令或者教個 AI 點做。咁另外啦，啲行家做得好好啊，密度又好高啊，究竟人哋點做啦？我知道 AI 好好，但我唔知道點入手。咁假設如果你都有用過 AI 嘅，相信你都係了解到 awareness 到 AI 對你嘅好處，咁啱啦，我哋個計劃就啱你。咁裏邊呢啲文字啦，其實我都係用 AI gen 出嚟嘅，咁我唔多講啦。咁我哋 back to 翻我哋嘅核心服務先。好啦，核心服務啦有幾個嘅，我哋成個計劃啦，主要嘅重點啦，分開6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就係一個叫做 AI 嘅文案，即係話你公司一間公司你要運營嘅，今時今日必須要定期咁發布一啲叫做社交媒體，令到客戶知道你存在，或者係客人喺唔同嘅途徑見到你，想了解下你公司做過啲乜嘢啊，賣緊啲乜嘢啊嘅時間，佢都會睇下你個 Facebook 啊，或者係 search 下你哋。咁我哋就會啦，幫客人啦做一個啦叫做社交媒體嘅圖片嘅設計啦，文案內容啦，作一啲吸引用戶嘅內容。另外，亦都有一啲叫做廣告嘅圖片設計。再者，今時今日如果純粹依賴單一啦做一啲圖片啦，其實好唔吸引嘅。OK， 而家講緊個個都講緊短視頻啊，流量。咁我哋都會啦，幫你啦，專屬咁樣啦，製作一啲叫做 Reels 啊，或者係一啲叫做短視頻。唔單止同你製作一啲叫視頻，而且更加會幫你公司建設專屬於你哋公司嘅虛擬 model。OK， 譬如話舉個例嘅，我係做食肆嘅，我會幫你創建一個 foodies， 或者你哋係一個叫做火鍋部長，專係介紹你哋飲食。如果你係賣嘢嘅，我哋會幫你 create 一個咧美女嘅帶貨專員咁樣樣。再者，現時 Google 嘅排名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。咁你喺社交媒體啊運營得好嘅，其實網站呢啲咯都唔可以忽略嘅喎。譬如話，因為始終啦，透過 Google， 假設你係做裝修嘅，啲人上網可能打裝修工程，佢想買嘅時間就會上 Google 嗰度揾啦。喺 Google 上面嘅搜索排名啦，我哋個計劃啦都覆蓋埋，而且最新嘅我哋仲會包含埋啦一個叫做 AIO 或者 AI 嘅 search result 嘅優化。因為現時好多時新一代啦，一個搜索模式啦都有啲轉變嘅，佢哋未必會行 Google search， 可能會直接透過 AI 問 AI 題目，有冇啲咩嘢推薦俾我 ？OK， 我哋呢個計劃都會覆蓋埋呢樣嘢。再者，我哋都會有提供埋一個啦，叫做 AI 嘅客服 CS。咁好多時啦，我哋都會收到好多客戶查詢啊，啲老闆啊，或者有陣時我都要請個人翻嚟啦，跟下單啊，應付啲客戶要求，其實都好花時間。咁我哋都會考慮到呢樣嘢啦，提供埋一個咧 AI 嘅客服。呢個 AI 客服啦就有2個 tiers 嘅。第一個 tiers 啦，佢同市場上邊
嗱，譬如話，可能市場上邊啦有好多啦一啲叫做 WhatsApp 嘅解決方案啦，而呢啲 WhatsApp 解決方案啦，講緊係一個解決方案都可能要3000蚊啊一個月嘅，而講緊我哋個服務啦已經包晒所有嘢啦，提供埋，而且更加啦同市場上面啦一啲叫做 WhatsApp 嘅AI客服個分別就係啦，唔需要花時間做 setting，我哋會有個機械人啦自動找取翻網站上邊嘅內容，提供翻一個答案俾翻客人。呢個第一個 tiers。第二個 tiers 嘅假設你係做批發商，我有一啲叫做私密嘅內容，我唔會擺放喺網站裏邊，但係我又想機械人可以睇到我私密內容。例如我批發，我要買100件貨，有幾多折頭？咁佢裏邊第二個 tiers 啦，就有個知識庫，就唔會公開喺網站嘅，純粹俾機械人去學習咁樣樣，咁就會提供到個專業嘅報價。咁會有一個 WhatsApp 嘅客服啦。第六啦，我哋更加啦嚟緊啦，會有一個啦，或者唔係嚟緊一啲貴啲嘅 plan 咧，會有一個啦叫主動嘅揾客系統，叫做客戶發掘功能。舉個例嘅，你係做新娘化妝或者係做wedding planner 嘅，我哋就會幫你監察住啦 EST Life 或者係 Baby Kingdom 一啲叫特定嘅群組。當有客人討論咗一啲叫特定嘅 keywords， 譬如話我想結婚、我想化妝或者係 pre-weddings 呢啲字眼嘅時間，我哋就會將喺群組裏邊，譬如話陳大文問過呢個問題，我哋就會俾個 data 你，陳大文幾多號喺嗰個群組裏邊講過呢個嘢，你就自己喺翻嗰個群組度 PM 聯絡佢。咁成個計劃啦 ，total 啦有6個核心嘅服務，佢裏邊包含咗個職位啦，由日常嘅運營嘅員工、客戶服務嘅員工、digital marketing 嘅專家、影片製作人員、sales， 全部都已經cover晒。裏邊講緊嘅服務啦，我哋已經啦全部實質上運作咗㗎啦。咁究竟我哋點樣運作啦？其實啦，我哋就會有一個啦自己咁樣樣嘅後台創建咗。咁呢個後台會點做啦？嗱，我哋純粹啦，俾一個好簡單嘅 sample 俾你。嗱，譬如話，我哋而家想做一個啦，叫做社交媒體嘅文案，我哋攞一個實際嘅例子啊。嗱，假設我需要 target 維修自住物業津貼呢個 fundings， 咁佢呢間工程啦係專係幫啲客啦 claim 呢啲 fundings 嘅。OK， 假設呢個字眼 OK， 咁我哋開啦 Perplexity 啦 AI， 咁而家就好多 SME 嘅老細啦，佢哋都會用呢個方法 help me generate 或者 create